Hello，大家好！今日大師傅裝修公司帶大家嚟到安秀苑。今次呢個單位嘅面積大係380尺，屋主求講成係2房1廳嘅。而今次呢，我係利用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，希望運用一啲白色嘅顏色同埋木紋嘅顏色做配搭，營造簡約、舒適同埋實用嘅感覺。嚟到今次嘅工程呢，係包括咗客廳同房間嘅地磚更換啦。新訂做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浴屏，另外仲包咗全屋嘅家私、全屋嘅油漆、房門啊、窗等等，另外仲有窗台石、假天花 LED 燈同埋清潔費嘅，合共係198000蚊年供包料費，外仲冇其他附加費用，以成為本價。而家等我嚟帶大家睇下呢個單位啊！首先我哋嚟到廚房嘅位置，廚房我哋用返原本嘅地磚同埋瓷磚，櫥櫃我係採用咗 L 型嘅設計。中間位置採用白色嘅石英石面，設計咗一個吊櫃，下邊留咗放雪櫃嘅空間。呢個位置採用咗黑色嘅磨砂玻璃浴屏，頂部採用咗單門嘅鏡櫃，採用咗不鏽鋼冚嚟遮住外露嘅喉管。然之後嚟到第一間房間嘅位置。而床隔離嘅位置呢，設計咗一個大衣櫃連書台嚟增加儲物空間嘅。然之後嚟到第二間房間嘅位置，房間入邊呢，我係同樣都採用咗一個4尺嘅油壓床。入邊位置呢，我係採用咗一個3尺嘅油壓床。而床身隔離嘅位置都做咗一個衣櫃連書台。大門隔離呢，設計咗一個到頂嘅獅子櫃。今次全間屋咧，主要用咗白色配搭木紋嘅顏色，希望帶出簡約又舒適嘅感覺嘅。